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你今日有讲到来宾，其实一个人强，但是一个人强的时间，如果下一些，我哋歌位来唱，尤其一般我写客家歌位。哎呀，咱们一出来一啲合适，如果把以前的所有作品合一睇，也要合适地方，也合适名人都相对阳光，我哋马上欢迎你今日来自屏东的燕峰来到来现场，欢迎燕峰。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系来自屏东市，是个燕峰。燕峰，其实你来我哋节目改造以前都来过嘛，哈，其实你里面差不多高中的时间都开始会写一些歌诶，好，要不合适团契以前那个歌有唱下过嘛？冇，因为那种合适地步係全部係我高中寫嘅歌曲，地步8條歌曲，因為嗰時落嘅時間，我唱寫，我係嗰時去寫高中嗰時係寫畢業歌曲，咪有嘅客家歌曲唱2條，個故事後尾後來去比賽啊，後來我寫嗰度學了編曲，學了錄音，嗰度新嘅事物，故事我就寫嗰度歌曲咯，變到那種合適地步。等於你講嘅時間係你去開始入高中以後，你開始接觸到冇同樣嘅一種方式，比如講錄音啦，或者編曲啦，嗰時第一嘅學到嘅東西都變成更加也俾合適地步嘅基礎嘅東西。佢等於你講也合適地步嘅編曲嘛，係你自己編嘅嚇？所以係自己編嘅，因為嗰時去比賽，後來又拿到有獎金，後來我就拿去買一台電腦，我嗰時候我就自己來學編曲。嗰時等於你講嘅時間，對完些得到獎嘅獎金買咗電腦以後，你開始學嗰個油模東西咯，學嗰個技術啦嚇，唔係講油模啦，用嗰個技術，然後慢慢地變成也俾再合適。咁中華講係合適咯，因為觀眾員工第一張專輯就會有一個主題，有一個嗰度嘅可能係錄音室錄很完美，或是一張很有概念的專輯。不過有張合適係我高中的創作，嗰時候他們有一個很特定的主題，我就會想我提今年18歲同大家分享我嘅創作。嗰時候今年能18歲哦。我哋從頭我講嘅，其實也咱們吼，每個都我哋咧奧運那個選手啦，吼，睇同我哋啲獎金牌嘛。嗰時其實苗路巷嗰度人都問講，你19歲時做乜嘅東西？從頭你講我哋19歲時可能例如弄上弄下，但是我哋運動嘅選手19歲時都同我哋去獎金牌啊。我想到我哋啱我18歲時就出嚟啲合適題啊，嗰種有合適地步。所以唔係講而唔係講一個專輯地步有一個主題嘛，吼。佢仲有合適地步，它又係屬係樣嘅歌曲啊。一合適地步有8條歌曲，3條客家歌曲，剩嘅全部係個年。地步喺我嗰度生活當中發生嘅事情嘅，讀到嘅人，讀到嘅東西，同埋給我很多一些想法，或一些養分，故上我就寫歌曲嘅時間就把它寫出來。我常常我聽到講嗰度我寫作詞作曲嘅人啦，吼，我想我講，我生活地步讀到某個東西，我都把它寫一條歌嘅。但是我生活地步嘛讀嗰個東西，我冇寫出一條歌嘅。很樣嘅情形，我比較唔講，也要情形，無論也故事，也可以寫一條歌嘅。你係咪同人哋說明下好冇？因為我唔係想到我寫就寫，係有時我可能。冇事情嘅時候就看啲天龍，就看嗰度創作歌手，可能韋禮安啊、謝震廷，那些創作的歌手，就看你，我就有一個很神奇，就是看你哋現場嘅演出嘅樣片，就看，我就過一種寫歌曲，因為我就看到有人創設個寫嘅歌曲，就提地步有觀眾有粉絲同佢向下唱。一下嘅講，就想我鬼感動啊，就很有那個憧憬，我想去寫歌曲。嗰時候，即係人家就會拿吉他起來，我就可能彈一下，我就想講有一段旋律，我就想我最近有某個事情可以寫咯。有時係暗用，有時係有個可能係朋友給我一些故事，他告訴我一些故事，可能我也很有共鳴，我想要安慰他，或是我想講，我想寫一條歌曲，我係送俾我自己，送俾伊。故說嗰時間我冇會寫歌曲。咁一般來講嘅話，因為我常常我講，到底係先有詞還是先有曲啊？對你來講嘅話，你係哪習慣過有嘅啊？我地步睇到係先有詞，才有曲。不過先寫曲嘅地步有條歌曲很多。我曾以為會被打敗，嗰首歌曲係先寫曲，因為嗰時陣，有首歌曲係講，嗰時陣因為我今日上太好嘛，其實去年
很多学生就是学测，然后特选有多元入学，佫加上爱特选，因为伫爱成绩唔係幾好，佫上愛想講愛上國立大學，愛可能會靠嘅特殊選才，因為愛嗰度音樂方面上輩嘅發展，還有嘅台灣文學方面的一些得獎做記錄，佫上愛想講愛參加特殊選才，加時喺聯合大學，還有成功太好，全部會備取，剩台東太好喺愛最後一間啦。就記得嗰時段考的時候，我反正等個台東最後嘅放榜嘅通知，嗰時候我心情就很忐忑，就下一條高考，然後我曾以為會被打敗。但是後來有來嗎？後來有來啊，就買喺正取一，可是冇被打敗，而且其實某些都也蠻好講嘛，唔算被打敗啦。其實等於講嗰時冇而已。錯啊，因為嗰時我係很意氣風發，我想講我特殊選才一定可以，本來已經一件國立太好，因為嗰時我報成功太好嘅時候，喺全班體嘅，我算喺全班體嘅離太好最近的人。我想想講我可能就一舉拿下，就唔是考學測，因為我也沒有準備嘛，個事情就可以緊張啊。嗰時候沒有上私立大學，我嘛冇錢去拖啊。嗰時候國立大學是我個目標啦，嗰時候我就很努力，就好像把我的目標放很高，期待放很高，所以常飛有時也比較沒有，而且那時候都是備取一、備取幾，我就覺得哦，好像差一點點的感覺。嗰時候就這首歌曲的。有首歌曲，嗰種係對我自己伸出一雙手嘅感覺。可是等於如果嗰時間萬一啲對前途嘛，唔係講過清楚嘅時間，一條考咗出來，但是而家前途過清楚嘛嚇，你推動太好嘅音樂呢，咁當初呢我想到要先推動太好咯，除咗一句講以外，因為我哋高中喺欣賞，就是我上高中係人文班，我哋有嗰度很特別的。我們叫班友，但其實是研習啦。我哋去推動過去杜拜，我哋去看過北南遺址，我哋去看過我們走過阿朗伊古道，就過去時從去推動。我哋有一擺就會去推動太后參觀，因為我哋有嗰度學長學姐去給片圖。嗰時候我對台東大學印象非常好啊，就過去好給片的環境，給片有山有水，過去好。嗰時候喺我哋想講，因為我後來去。成功太后同台東大成功台東來選，嗰種我想講，後來成功大學跟台東大學我選一下，還是去台東選音樂系夠好。只是說對唔見啊，為啲事業嘅發展來講吧，其實音樂呢對你來講，其實也發展過集權啦嗬。錯。嗰種推動太好嘅音樂呢吧，要特別發展乜嘅音樂嘅方向嘛，像有啲好講係做乜行古典啊，有行現代，咁推動太好嘅音樂呢咯。其實台灣大部分嘅音樂呢，全部係古典啦。因為最近嗰度原住民歌手推動發跡嘛，嗰時候推動太好，有一個新的，就是比較偏向大家欣賞想要發展應用音樂這一塊。嗰時候我就因為嗰時我有說是一個學長，有同我講，台東大學就是最近要發展應用音樂。嗰時候我想講，我喺嗰邊的發展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火花，不一樣的那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就選嗰片。其實就因為唔係用特殊選材嘅方法去音樂噶嘛，其實就跟如等於你講，你把你自己以前做嘅作品去教訓先生看，比如你講，在讀書以前我已經有一條發表一條作品嘅，發表一條東西嘅。咁其實就有面試嘛？有啊。其實先生有對你有講乜嘅評語啦，無論乜嘅一啲想法嘛。其實我本來係創一條唔係客家歌曲，係便宜嘅歌曲。後來我創了時就同佢講，唱你的創作，然後就從這條積累歸來。過一年就歸好，因為那個原住民音樂也是一種民族音樂。過時我想講，他們就看到我下客家歌曲，一年就很感興趣啦。過時候就同我講。他們最後還跟我說選你要來呢，就係啊，如果日本 team 人已經冇來，佢費事。佢將因為地講聽入邊合適地位啊，從入邊古嘅設計地位路係唔即係設計嘅嘛嚇，因為地位搭好來嘅傳統地位一個合適地位內容係佢講嘅，你係咪同觀眾朋友說明下講，合適地位設計地位有乜嘅？
有我个想法无？我因为有种合适很多向着阳光，因为切个係唔會畫圖嘅人，我哋好嘅朋友都質疑，我哋從細個時候各種都想把圖太好，高中就不同間了，可是我們還是一直保持聯絡，一直是算是看着我陪着我成長的一個好朋友。嗰時我就同佢講，哎呀，今日想要做一張實體作品，還是什麼可以同佢幫忙。我嗰時我就跟他講，有種專心人都向着陽光，因為一個熟識一定係平常是很樂觀，很像就像這樣合集啊，向着陽光的人。那嗰時我係蠻係想要帶一些我自己作品的想法，還有一些正能量俾身邊嘅朋友。嗰時我就同佢講，一同佢畫一個圖。給土上面有上面的草是代表生機，就會向着陽光生長。啊，我哋左邊嗰邊有個水滴，底邊有紅色嘅地方係代表我哋的血，就是有血，然後有淚，因為創作是有血有淚的。嗰時候有個係自己同佢講一個想法，我哋就討論過後，我就改好有個圖嘅意義。嗰時候我就去高雄找一家設計公司，然後這設計師也我跟他聊天聊很多，就同佢講啊，伊嘛改好我個專輯的這張合輯的設計理念。嗰時候也就同佢翻搞成一篇向他大家看到的用的。我等於講，你要向着向着陽光哈，我哋應該講看到日頭啦哈，包括講向着日頭嘛。等於你講，你希望講把自家的一種正能量，好，你嗰太陽、嗰陽光嘅一種情形，去分享人，去分享他人啲。嗰時也會底部個，我應該太陽也係聽到也會一啲想法去行吧。錯大部分係因為底部其實嗰度歌曲底部雖然有傷心的故事，反正係有啊，有些跟前面講到嘅個太后魔松嘅故事嘛，反正有，不過出發點是這樣，可是最後結尾都是給自己鼓勵的，就是雖然有個係一個傷心嘅故事，不過後來係到最後還是一個溫馨的結尾。所以我想講，因為嗰度事情係咁樣嘛，可能嗰度生發嗰度事情可能不會很讓很多人有比較低潮的時候，不過可能也個時間就會更向着陽光，因為可能就會抱着樂觀，就是正面的態度去看每一件事情，都會可能去搞係對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生發可能會過好一些啦。可是等於講，其實睇安尼時局，好，因為最近疫情啊，然後全世界時局其實慢慢沒講過好。可是希望講也會合適可以俾大家嘢呢個正面的一種能量啦，哈。其實冇看人話呢，細細呢，其實伊對伊嘅人生，還有對伊身邊的事情，其實伊有幾多嘅想法。休息一下哦，下一段節目我哋人放創本堂哦。航天路背，愛注意觀察的阿婆嘅手，愛天好來，無行鐵夾，愛會開，愛要行來記得歸來，該叫我們重要嘅。用嘅主張好些，愛嘛天表黑咧，無行無面無怪愛呢。翻回到福起來嘅觀眾朋友，睇到我哋演鳳唱嘅歌文有聽清楚冇？伊講喺個阿婆看到嘢嘅時候呢，行路嘅時間冇行喺天外面，切掉古老有因為阿婆佢叫魔族嘅鳳神肉嘅。我想問一下演鳳一條歌嘅，談翻來我講很感人啊。喺當初我寫到一條歌嘅咯。其實嗰時陣，阿婆有一些輕微的失智症。後來因為後來時常出去那邊表演，出去那邊嗰度發通嘛高中嘅時間，就很久冇好好嘅，嗰叫冇好好嘅看阿婆，嗰陣就永遠看到成個嗰種
变够老诶，因为头摆看到伊就会，因为伊佫有精神，时常去叫他查伊弄买买饼诶，买个东西过来帮我说，很爱讲伊有买个显影版我帮我说，可是伊爱后来就去搞更多事情嘛，伊嘛，佮就出门买东西，后来就想讲啊，因为就是他会很常同我讲，有时阵去出门去，佢讲那个过暗风起来，就讲要不按照几轮哦。因为俺有个阿姐，嗰时就肯定实习，就讲阿姐喺搬去哪里住了。嗰时我谈到时就觉得有点难过啦。因为以前就同我讲，我夹过来要住嗰啲东西本来是，后来嗰時我喺講我講，我會同伊講，伊所以我不會記得過來，不過後來就係伊失智很嚴重啊，就係養老院審發嚟，佢說最近就係。佢後來創一條股票，迄時候會上到伊，不過因為害怕疫情嘛，佢叫我去治療誒，佢說係蠻難過誒。你阿婆脫胎未？錯啊，因為我阿爸係雜嘢，就同阿妹鄉下做事，就幾年冇得路行。佢說從細因為我就話有個阿姐啦，就係我鄉下了啊，因為我阿婆就係喺我哋去做埋個洗條，因為嗰時我哋部下要洗個椰殼，因為嗰時阿爸雜嘢有賣剝皮椰子嘛，嗰陣椰殼我哋會拿去後背去燒熱水，去洗身。佢說嗰時我就會提無糖我用個椰殼然後裝袋子裡邊啊，有時我應該去甲用，有時候買便宜用。佢說同阿婆生活各種係。算是就是生活在一起是還蠻忠心的一個人物啦。等於如果萬歲爸爸媽媽無閒的時間，一平常時都真係阿婆同鄉下生活。可是對阿婆對你來講嘅話，係啲什麼樣裡邊佢重要嘅角色？因為你頭嗰個地方都寫都講，其實係同阿婆你從嘅一種行為，譬如講看頓書哦，阿婆一天我同講，那看好耐啊，外面查幾多，冇行個鐵順係喎，等於講萬歲你從嘅一啲生活地方寫成嘢個地方去，一種你從對你來講係咪最煩嘅一部分啊？你別後來阿婆失智以後，其實一條應該冇可能再重新再有安尼世界。嗰種一條其實你長期話互通，係咪對你來講係最煩嘅一個部分？因為有條畫面條方面係愛歌曲地方很鮮明的樣子，因為愛嗰度歌曲地方就係每一首歌都有它的畫面。嗰時你把從一些歌曲把愛看到阿婆時間，蠻係該難過，因為嗰陣愛有過去養老院看阿婆，就其實。會越來越失智是會越來越嚴重。嗰時候，嗰時我聽，我因為嗰時有片上就因為阿妹同阿姐睇攞杯吐，我哋點樣叫我食？我去片上有冇叫我食？因為看到阿婆變到咁樣，其實蠻會很難過啊。但是其實阿婆冇見人啦。錯啦，因為嗰時我去看伊嘅時陣，係我係愛命嘅啦，所以係愛演鳳嘅係。嗰時候。係啦，因為下疫情嘛，佢有冇看到嘅，就說嘅就比較好一點，所以我想去看一下。嗰個聽人家歌曲地方係咪常常有嗰種，比如講我條歌係遇到一件乜嘢任務，一件乜嘢事情來寫歌呀？錯啦，地方全部都係啊。係好，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再紹介一條冇？好啊，下一條我從一條歌曲係一首關於嘅歌曲，然後。我曾以為會被打敗。好，都頭先講嗰個那個推動太好冇力氣啊，嘅條歌嘅，好，咁我哋嚟聽一下。好啊。海上飛過那片海，海上把所有過去再一遍說。那天才回頭看看，一路走來，單純又可愛，要多感慨，要勇敢，不惜被打敗。一
那条歌我唱红了，你感觉到讲，迄种讲鼓励自己的一首歌。係啊，你希望講即個冇本意打敗吼，伊聽韓國一個山峰，都做種同都唔講嘅呀。一條歌喺寫時節，你講因為對前途嘛，唔似講安確聽。好，對伊的其實佢上戲好搞，但是又唔像本意的回應的時間，你知係一種講會彷徨無助的那種感覺嘛。因為那首歌的副歌來下講。我第一句寫說，你說未來到來是什麼姿態？望着它從來不覺得傷感。因為未來在就是之前我來講，以前我來講，因為各種他想講就不好的路就附近讀就好了嘛，故時候就不會有太大的升學壓力。一次都各種都太好，佢哋唱會因為考國立大學好像有點困難的感覺，故時候國科就會副歌就是對未來開始有一點。好像有一點挑戰，有一點要就是必須要多花點力氣，不是像之前那麼輕鬆就可以拿到的。然後後來熊公還寫說，還想飛過那片海，還想把所有一切再一遍重來，就會可能我就熊公可能喺面試嘅時間，唔該發我工作，唔該發我工後啊，跟熊公我其實很想要達到那個里程碑，可是我卻好像做錯什麼，好像要再一遍重來，可是。聽媽來熊公喺講，跟住其實一路走來，回頭看看是那時候自己是單純又可愛的，因為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就是它進行的過程都是就是沒有對錯的，就是那個進行就是很自然的。故事每一個時間點發生事情都是有意義的。故事來熊公就在突然下工就好了，那這就是要勇敢，不要輕易的被打敗，不要被這種輕鬆事情，因為後來眼神會有輕度，有幾度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故事就會也是講喺本身邊偏見可能因為喺度喺新聞嘛有錄取，可能各種也蠻會指考，蠻有幾多事情，蠻有可能要考警專要重考1年什麼的，幾多挑戰會出現。故所以條講喺本來幸運的自己，我給我自己伸出一雙手，那麼希望把這隻手本身邊嘅朋友。對於這時間你這個來講的話，等於你講，還算是你這個人生裡邊替的想愛去爭取的東西。對，就會要花很多力氣，然後就覺得說不知道自己可以不可以嘅一件事情，就是不確定性很高的一件事情。因為也係太好嘛，唔係去比賽，比賽冇得到獎，我可以再比幾多擺啊。不過太好就會壓給時間，我要麼就特殊選才送太好，要麼就學測上大學、指考上大學，都是一個考試的制度，壓一年。我想要拿到的，就是好像。非錄取不可的感覺，常會壓力，常會按用嗰啲睇啦。嗰種睇一條歌嘅地步，其實你喺寫係體白去讀到一啲你可以爭取嘅東西，但是唔係講到個結果很容易嘅心情啊。其實，但是我想講，早同人講嘅呀，如果差半嗰種，其實對我哋嘅未來，佢唔係我哋嘅下一步嘅行業嘅冇得講，其實對下一步呢想法。好，冇得做法嘛，唔清楚嘅人，其實睇一條歌，我感覺到講，其實冇咁困難啦。其實如果真正我講嗰塊堂嘅時，如果冇成功嘛，還是有啲機會，再重新一行。至少你這個唔可以表現一開始你想要行一條路嘅想法，如可以，如果人家講嘅不忘初心那種感覺。因為蠻有幾多身邊很多朋友同學想要考警察，要考警專嘛，故所以可能。經驗冇考到，明年再來挑戰一次。就是大家都我們其實就算沒有上大學沒有關係，就是其實現在真的不需要一定要有個大學學歷。可是我覺得你就會你有目標，你有事情可以做，那就搞到可以。因為有嗰度同學冇做太好嘛，係有事情可以做，有做些，有可以有自己嘅想法，有自己嘅理想可以去實踐嘅方面，我講到全部都過好。係啊，因為其實你所講嘅，其實有像人哋18歲、19歲，他們對各種病也好，其實對幾多人來講，讀太好一條路，尋工作係一條路，無論發展別的東西係一條路，可能每個人行嘅路方如果讀到冇同樣嘅困難，可是一條路一條歌，真係本人歸他一啲歸真相嘅一種想法。其實我是想講，其實對那邊合適出來嘅時間，一條歌真的是歸推薦本觀眾朋友，你本他們談過一條歌，真的本人都歸正向的能量了哈。咁還有冇？不但話呢，觀眾朋友說嘅一條歌。唱一條，那條係我發現底部最美一條歌，可能都記得我跟你分享過。因為那條歌係小本我好朋友都之一，就係同我把一個合適封面嘅朋友，因為我
以前我几乎个朋友啦，我嗰度神贩卖个事情，都当就会，我们几乎每天都会传一下讯息，就是过上来就感觉到，我过去我跟你分享什么，我跟你分享过嘛，这很长，我就是可能讲过，我就抢别人就，我就跟分享过嘛，我想说啊，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歌名就记得我跟你分享过，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可能我说还有什么没有跟你分享过，可能只剩下我没有承认过，还好有你一路陪着我，就是要条狗 Q 就会送本一条狗 Q 啦，好，来冲本太给糖，好。知道你也在想我，当我弹吉他唱起那首一起吃过的每个巷口，在我的摩托车后座。或许是那个时候，我看着你也在看着我，没有什么多余的哀愁，就笑着什么都不说。观众朋友好听无？提示一下哦，等下我哋马上过来哟。翻过来，复起来嘅观众朋友，睇上一趟嘅节目里边，我哋准备谈到嘅条歌嘅，其实系眼逢下半日不合适地步，头都要讲到讲提笔图嘅幾隻細模嘅啦吼。咁創一條歌嘅地步啊，你即個係用一種用嘅心情去寫一條歌俾啊。我記得嗰時係談到有個獨立歌手叫做柯敏勳，伊同清風合作一首歌，都另一個時空的你。啊，跟條歌我咪係講友情，我就談下，因為嗰個就講談過關於團體啊。我就想講，我就想講，我要寫歌曲嘅，我就記得拿起來，我就想講，我就隨才用來就刷吉他，我就哼旋律出來，想講後要寫歌曲，我就下本字以後誒，因為有一些很難用啊。不過說我跟姐其實那個合集已經畫好，後面的曲序都編好了。後來我就同個設計師說啊，你可以唱出來加一條喎，我就寫第8條，我都記得跟你分享過，我都 bonus track， 就是多一條歌曲不用到底播。嗰種子怡第一條歌嘛，第二個有同你講，好，還有馬上寫進我寫給他的生日卡片底播。可以感伊啊感覺到樣啊。係啊，伊媽可以感動，因為感覺就很像我們就是很好朋友、很好閨蜜，就是其實沒有什麼不能講的啦，就其實我們對彼此的那感覺是我比較擅長表達，他可能比較不擅長，可是感覺就會下本底，本來就底，其實我們都知道彼此對方的心意，感覺那種底。其實人生有咁嘅朋友啊，其實幾難得嘅吼。係啊，係啊。啊，點講？其實做過幾多嘅客家歌曲嘛，對以前萬歲時錄下客家歌曲，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幾條客家歌曲嘛？好啊，其實我冇嘛寫幾多啦，都想怕寫5條，因為想要介紹一條都唔錯嘅地方，就不過喺我寫本我個小嘅學弟妹唱嘅歌曲，因為嗰時嘅我個小嘅主任都語編主任，我高中音樂生落，嗰時我有講到伊，就跟我幫助很多啦，就還是一直有密切聯繫。我說嗰時就帶一個小朋友去比賽，就我應該寫一首客家歌曲教伊人唱，就說我就寫一條關於神奇、關於好聽嘅歌曲俾伊人唱，佢講到唔錯嘅地方。好。我愛我去那邊，愛去到面前。我用在嘅地方，愛就都可以。啦啦啦啦啦啦啦，想我去那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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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愛都可以。呢首歌咁我記得嗰種嗰陽光哈，嗰刺眼嗰跳嗰一種一條歌。因為本身嘅唱就嗰好聽。係冇錯，冇嗰種聲音，嗰時候這種團康有嘛？睇到人聽我唱嗰種歌嘅。我想問一下，唱做客家歌嘅，我客家發言嘅歌同華語發言嘅歌有乜嘅差別冇？其實我寫客家歌曲嘅時節，我會
俺就会想来讲，俺平常时会讲嘛个客家话，俺就写，俺喺上讲俺写客家话，客家歌嘅时阵，俺上讲俺平常时就会讲嘅，因为嗰度，因为他们嘛有嗰度客家歌係直翻過年嘛，故說我是盡量避免啦，俺上講俺寫客家歌就會就平時推廣嘛，就俺可能就會俺平常時嘛會講嘅，就可以用講口語一些的啦，口語嘅客家話，故說。跟住來寫一條歌曲就會出發點就會下本聲音的衝嘛，就想說那我要寫簡單，好像更童趣一點，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意思在裡面，就會很表面的，就你猜個地方用猜個地方來就讀可以，就會聲音就怎麼我喜歡通過叫乜嘢填詞句號啊，永遠同埋。假如有人同埋出去聊嘅方，我會快樂，就哇，唔知出去聊我會快樂喎，我感覺，嗰時一條歌就啱用啊。我等於你講，你這寫客家歌嘅歌詞嘅時候，我希望講用嗰種個神法地步嘅用法，比如講唔係講編嘅嗰樣嘅。關於文縐縐嘅嗰種詞啦，因為一般上我哋講客家嘛，其實我哋嘛嗰時候用到按文言嘅一種方式。目標就係屯片嘅談嘅詞，然後又唔會講，因為嗰時他們我嗰度朋友談嘅歌嘅時，因為就突然就可能跟我走在路上，就突然講一句客家話，我說你剛才講客家話嗎？你突然講客家話沒？他也嘛，他也是很自然的聽了，就有點被洗腦就講出來。係咪咁嘅意思？講，第二個有啲人以為敲牙歌嘅，個詞言語言如學到地步嘅講嘅記法。錯啊！咁第二如果其實變成講係人家學客家話嘛，可以透過音樂嚟學客家話呢？我係上個有個方式係挺好，因為我從細我就改好唱西洋歌曲，唱英文嘅，唱泰勒斯啊，嘛嘅我改好一點講英文。嗰時候我從細多一下英文嘛改好。錯啊！我就想講用音樂來學語言係一件還不錯的方式。係，因為你等於講，你這個先透過一點最好的東西，然後去接觸到，你像而家嗰種人改好韓國嘅歌曲，有種人基本連韓國話都唔知，但是伊可能因為改好嘅韓國嘅歌曲，結果都開始慢慢地學一些韓國話，客家話係安尼嘅吼。對人哋唔係客人嚟講嘅話，其實可能會因為個，我改好音我歌喎，音我歌半改快樂個感覺，結果我都停到嚟唱，可能唱個自己。但是個自己可能都客家呀，錯啊！好，可能嘛唔是個意思，唔過以為話來本藝冇係自己查咁樣嗰啲。咁像人哋創作一條歌嘅話，他們時間要快久啊。冇一天咯，唔過亞當陣合適地步嘅歌曲都係全部大部分都是一下就寫完，就是一個可能1點鐘、20分鐘，就是很有組織性的，就一下子就寫完。但係係以後嘅編曲啊，花幾多時間？編曲，我係比較偏向可能事前想比較多，可能說我有個地方我想會加什麼東西，可能有一個大致上的樣子。後來打開編曲軟體之後，可能先照我的樣子去弄，可能弄就想說，可能要改某個東西過後，可能這邊要改什麼東西比較好，可能一開始又跟一開始想的不一樣，可是就是那個過程，可能。編曲的時間可能都不太固定的，就可能我用到後面又想要修改，又想要幹嘛，所以這個問題比較。我說編曲嘅時間發過多啦，因為其實有時間有編曲嘅方法同埋一開始想嘅時候冇用，冇咯。真係夾下去以後發現講，彈好了嗰種唔係按好，其實還可以再改好，都可以再改。所以因為像下條歌有聲音嘅，跟住我前面係用我前面係按用彈。這個從自彈自唱時用彈過，給編曲的時間我加了一個豎琴的聲音，故事我就不可以用吉他太強勢，我後來就改一個襯底的感覺。比如說編曲，我覺得編曲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裡。比如說我也還在學啊，也沒有到很厲害，但是我覺得要讓合適就會存在個分享，我現有的資源可以弄到的我喜歡的作品存在個它。如果以前當一把吉他嘛，但是而家有配啲樂器入來嘅時候，其實吉他嘅角色馬做一個調整。同時講嘅歌嘅地步，以前當一把樂器嘅時候，可以變成一個主角，但是而家變成他緊要入來嘅時候，用嚟去分批種樣嘅。可是我頭先講嘅條歌嘅，係用係嘛係條客家歌呢？錯，咪係客家歌。誒，當初係用上做一條客家歌咯。因為嗰時係想講，上下嗰時係比起嘅客家地方有太細。大眾嘛，後來我就一年、去年一整年我就改到客家嘅發通前去表演。後來我就想講，因為嗰時我唱3條嘛，我想講唔可以，我使
多写一点好了，就多写一点。跟人家就给人家在上数学课嘛，人家就先帮我下一条，人家就没有什么方向，我就是也是很突如其来就下，也提议法就强嘅韓國太書條，不下嘅和堂文西定曳學，就係我頭先講阿婆同我西曳學嘛。嗰陣想有條嗰個就寫我生長的場景，後來我就寫，後來我就想講，這麼很多聲音呢，就係講，因為嘅係我寫世界的場景嘛，後來我就寫，副間寫講，嘅聲音呢就冇想太多，一步一步往前走，因為係冇乜嘅太夢想，一直想要大家快樂，嗰陣我就講說。那首歌就後來我下了時間，喺我同自己講，這首歌其實帶我找到了我創作嘅漫遊下歌曲嘅初衷，因為都嘛個時我攏希望我係嘅聲音嘅，嗰時候就是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創作嘅下歌曲。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帶來一條聲音呢？好啊！嘅聲音呢，就冇上鐵道。就一步一步往前走，給美夢馬開太夢想，彼此相愛大家快樂。可是迄個其實冇乜個想法不適應的，但是行到基本嘢。錯啊！伊最主要我希望他人快樂嘛，這個嘛歸快樂。錯，其實蠻些情形聽人講的地方從哪會出現的吼？從因為我頭先就寫講，強嘅韓國太書條，符合嘅和堂灣西定也好。阿爸去 ending 從天橋轉來，帶定一陣風出歸來。因為嗰陣阿爸做，因為責任嘛，咁啊我哋要嘅檸檬園嘅頭先講講，記得過來地步又講講，符合嘅羅蘇當阿爸嘅檸檬園，咁我哋要嘅檸檬園地步種嗰度，要種香蕉啊，種嗰度農作物阿爸，嗰度時會全身膨出，嗰陣下講地步。後來下講呢邊後來佢從水果條阿妹哋貓嗌咗冇種種菜菜，後來嗰時講冇種種菜菜，梗係幫到輸送。嗰時候前面係講我看到嘅還有我家人對我嘅關心，係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減少、沒有改變的。然後後來就這主旨就是頭前雖然場景改變，可是我們的心境跟我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不會改變的。嗰時候我希望這種關心還有這種初衷可以一次一次嘅保留挺愛心短度。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冇聽到我哋演訪現場同我哋創意也要歌位，我發現到講也要按人強嘅客家嘅創作歌手，其實佢帶動我哋一啲支持。嗱，今日佢感謝我哋嘅演訪，我哋看到同我哋分享一段歌曲。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我係演訪。看下呢，我哋學習向着陽光，睇我嘅 IG 的主頁上面有預購連結，我嘅面書，還有個 YouTube 全部有我嘅製作的合集前導影片，還有我發行日期是8月25號，還有個合集的試聽樣片，嗰時候大家可以送去 YouTube、去 IG、去面書看，嘛可以同我緊張分享哦。有時下我哋聽下先下來，認同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嘅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阿凱先生，今日呢會教大家芭蕾舞嘅伸展運動哦。好，今日用手向嘅點嘅當方，手表壓。好，大家聽聽先生嚟運動嘅哦。來，做腳 ，and 伸直，做腳。伸直3 and 伸直4伸直數那個苦好冇相同的哦，做腳前面伸直向下來
数第二摆整七点梯数第三摆整七点低数第四摆整七点低数眼神向前弯下高数大开来弯边一左片 and 三点梯四点梯数哪个从路背 and 打开来，好，冇用的哦。and 前面苦，前面数 and 左片苦，左片数，右背苦，右背数 and 右背苦，右背苦，数哪个 and 苦，打开左脚高 and 并右背，右背开始 and 高数高点梯 and 左片数左片点梯 and 前面数前面点梯左片高数高点梯数哪个苦左脚拿风来停一下 and 数打开好并上一下停线上翻片来做哦准备好了吗？来数打开并压 and 右脚2 3 4数哪个5好，冇相同的哦 and 1前面两滴数2前面两滴数3前面两滴数4前面两滴数哪个眼神向前脱起 and 打开来 and it 右片点梯数2打开点梯数3打开点梯数4打开点梯数4兄弟杯玩打开来还不用压玩后片哦 and 1数2数3数4
数加数 and 1摇杯点滴数 and 2摇杯点滴数 and 3摇杯点滴数 and 4摇杯点滴数数向前面，眼神向后背，那个 and 1 2点滴 and 数 and 2打开点滴 and 数 and 3打开点滴 and 数 and 4打开点滴 and 数，第八个数那个上落杯 and 打开来，好，无相同哦。and 前 and 点滴 and 数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数那个鼓and 9拿风来点一下。and 打开，向后背，过一摆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数哈 and 9那个填一下 and 数张一百 and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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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拿风来，向后背开始 and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and 9拿风来，数边开，要注意哦。要记得跳起哦，做目的，好。哦，打开来 ，and 数，更加天天欣赏做水面的动作个，来做数，跳起，有数，跳起，两扎数，不用下来。好，今日的动作有好过了无？记得明日天天欣赏，运动一下哦，也个身体同精神就会变加更好哦。好好运动，改天下拜见，拜拜。